今日咧天氣好好，我就帶我哋公司嘅新成員 Molly 嚟到呢度，同大家一齊去介紹我嚟緊嘅一個新樓盤。上一集咧有貓貓 TT 同埋 Luca 啦，但係咧佢哋因為食飽就瞓咗咯，咁所以我哋今次嘅拍攝就留翻俾有準備嘅狗狗 Molly。今次介紹嘅倫敦新盤 The Links， 一落樓下已經有個大公園，可以同狗狗落嚟玩，好適合一家大細，隨時可以同狗狗同埋小朋友落樓放電。可唔可以唞下The Links 係英國最大發展商 Barratt 全球首推項目，我哋爭取到香港買家可以快人一步預覽最新單位同埋價單，搶先購入最啱嘅心水單位。Barratt 英國代表都會親自飛嚟香港出席展銷會，機會難得。大家睇完我呢個影片，記得 Made in Canada 4月24至到26號過嚟中環啦。項目位於倫敦 Wandsworth 行政區，係倫敦傳統中產區同埋家長最愛嘅名校區，連 Prince George、Princess Charlotte 讀過嘅 Thomas Battersea School 同埋全英國最 top 50嘅私立中學 Emmanuel School 都係同一區。公立學校方面 Wandsworth 係倫敦10大校網區，呢區嘅公校30%以上被評為 outstanding。自從英國政府宣布向私立學校同埋寄宿學校加收20% 增值稅，私校學費狂加，好多家庭為咗轉去優質嘅公立學校，寧願萬冇3000，令學區房樓價上升。各位準備為小朋友學業而移居英國嘅家長，唔好錯過以首張價單入手 The Links 嘅機會。The Links 除咗有優質嘅校網，亦有大量嘅綠化空間。項目本身屬於超大型社區 Springfield Village 嘅其中一部分，樓下就係倫敦自奧運後建成最大嘅公園 Springfield Park， 附近超市、cafes、學校、休閒設施規劃都好完善。Molly，睇嚟 Molly 咧就對我冇興趣啦。如果你哋對呢個樓盤有興趣咧，立即登記翻我哋嘅展銷會啦。To buy or not to buy non-local off-plan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s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